邊個會諗到呢一場號稱耗資超過100萬，全香港名流貴新齊集嘅16歲成人禮，最後竟然會演變成一場撕碎晒所有體面嘅修羅場。就在3秒鐘之前，維多利亞港嘅晚風仲帶住一絲奢華嘅甜味。謝霆鋒企喺流光溢彩嘅宴會廳中央，左手係陪伴多年嘅靈魂伴侶王菲，右手就係正值青春、眉眼間盡顯謝家英氣嘅細仔謝震南。喺鏡頭前面，佢哋本嚟應該係呢個名利場入面最無界可擊嘅世紀大和解模板，點知就在張柏芝推開大門，帶住一身風塵僕僕嘅孤勇踏入會場嗰一刻，空氣入面嗰條繃緊咗足足20年嘅弦，終於喺嗰度冷冽嘅目光對撞入面，徹底斷裂咗。完全冇預想中嘅寒暄，更加冇成年人世界嗰套虛偽嘅客套。喺眾目睽睽之下，嗰位向嚟隨性淡泊，被大家奉為不食人間煙火嘅天后王菲，竟然喺酒精同埋積怨嘅催化之下，猛咁揮動右手。嗰一刻，成個世界好似俾人冚咗靜音掣咁。張柏芝嗰張曾經驚豔咗香港歲月嘅塊面，隨住慣性猛咁側向一邊，半邊臉頰瞬間浮現出刺眼嘅指痕。佢踉踉咁撞向身後嗰座用咗好幾個鐘頭先搭好，象徵住圓滿嘅香檳塔。昂貴嘅酒液好似失控嘅瀑布咁，順住佢嗰件肅靜但係妥帖嘅禮服傾瀉而下。冰冷嘅液體打濕咗佢嘅頭髮，亦都徹底消熄咗佢眼中最後一絲希冀。時間喺呢一刻凝固成最殘酷嘅底片。謝霆鋒就企喺唔夠1米嘅地方，呢個喺銀幕上面飛檐走壁，斷骨都唔流一滴眼淚嘅硬漢，呢一刻竟然好似俾人奪走咗所有生機咁。手上嘅紅酒杯砰一聲落地，暗紅色嘅液體濺滿佢雪白嘅皮鞋，就好似佢呢一刻內心深處嗰度崩開嘅裂縫咁。佢嗰張總係冷峻而且銳利嘅面孔，喺水晶燈嘅折射下，竟然透出一種近乎死灰嘅蒼白。佢想伸手去扶，但係發現自己對手重過千斤，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呢兩個喺佢生命入面糾纏咗半世人嘅女人，喺呢場本嚟屬於仔仔嘅慶典上面，完成最慘烈嘅對峙。呢度邊度係八卦，簡直係命運最惡毒嘅清算。王菲嘅胸口劇烈起伏，嗰對向嚟以空靈著稱，好似可以洞察萬物嘅眼眸，呢一刻竟然燃燒住近乎瘋狂嘅怒火同埋委屈。佢望住張柏芝，望住呢個就算落魄都依然帶住倔強美感嘅女人，心中嗰座積壓咗20年嘅火山徹底噴發。呢一巴係為咗嗰啲俾狗仔隊追逐嘅深夜，定係為咗嗰啲喺三人行入面輾轉反側嘅無眠之夜？呢啲係積壓咗半個世紀嘅嫉妒、疲憊同埋不甘，喺呢一刻化作最原始嘅暴力宣洩。會所窗外，維港嘅霓虹燈依然閃爍，但係喺呢方狹窄嘅廳堂入面，就充斥住令人心驚膽戰嘅肅殺。張柏芝冇喊，佢只係緩慢而機械咁轉過頭，死死咁盯住王菲。嗰一刻，佢嘅眼神入面冇怨恨，只有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嘅淒涼。佢嘅嘴角滲出一絲苦澀，好似喺度嘲笑呢個荒唐嘅人間。佢諗過無數次重逢，但係從嚟冇諗過會喺仔仔嘅生日宴上面，俾對方用呢種最不堪嘅方式當眾處刑。佢嗰對曾經被稱為全港最後希望嘅眼，呢一刻充滿咗深淵咁樣嘅絕望。就在呢場擊倒快要炸裂嘅臨界點，一個並唔寬大但係帶住滔天怒火嘅身影，正喺陰影入面緩緩逼近。呢個就係今日嘅主角，嗰個啱啱踏入16歲，繼承咗謝霆鋒所有叛逆基因嘅少年謝震南。佢親眼睇到媽咪俾人掌摑嗰陣嘅屈辱，睇到老豆面對衝突嗰陣嘅軟弱，更加睇到嗰個俾老豆視若珍寶嘅天后，點樣毀掉咗佢唯一嘅溫情。少年嘅瞳孔喺度收縮，嗰係謝家血脈入面與生俱來嘅狂暴。佢好似一頭俾人逼到死角嘅幼獸，正對住呢個崩塌咗嘅成人世界，發出最後最令人膽寒嘅咆哮。佢冇退縮，更加冇求饒，而係攢緊咗嗰對仲喺度發育、指關節已經泛白嘅細拳頭。王菲呢個時候嘅內心早已翻江倒海，佢原本以為自己可以優雅咁度過呢一晚，繼續維持佢嗰種獨立於世嘅人設。
但係當佢見到張柏芝出現嗰陣，見到謝霆鋒眼中嗰一閃而過，快到捉唔住嘅複雜情緒嗰陣，佢心入面嗰座荒廢咗好耐嘅廢墟徹底塌陷咗。嗰種叫做危機感嘅毒藥，就算佢贏咗男人嘅而家，但係喺嗰兩個仔仔身上，佢永遠都係一個遲到嘅局外人。佢嘅手掌仲隱隱作痛，嗰種火辣辣嘅感覺提醒住佢，佢親手將嗰個冷傲天后嘅假面具摔碎喺一地嘅香檳碎片入面。而張柏芝呢，佢感受到嘅唔單止係皮肉嘅痛楚，更加係尊嚴俾人當眾撕裂嘅寒意。佢望住眼前呢個曾經令佢又敬又恨嘅女人，忽然覺得無比荒誕。佢哋兩個呢20年嚟圍繞住同一個男人，彼此消磨，彼此傷害，甚至連老去嘅方式都喺度暗暗較勁，最後竟然要靠呢一記卑微嘅耳光嚟尋求存在感。佢想開口嘲諷，想放聲大笑，但係喉嚨入面好似塞滿咗冰冷嘅鐵鏽咁，發唔出半個完整嘅音符。謝霆鋒嘅視線喺兩個女人之間劇烈拉扯，佢可以聽到周圍嗰啲名流顯貴極力壓低嘅竊竊私語，嗰啲聲好似無數隻毒蟲喺佢隻梁骨上面瘋狂啃噬。佢諗返起20年之前，喺同樣嘅星光之下，佢拖住其中一個人嘅手，許下嗰啲而家睇返簡直係荒唐到極嘅諾言。佢從嚟冇諗過20年之後，佢會喺呢度睇住佢哋互為仇敵，睇住自己個仔喺崩潰邊緣徘徊。佢嘅人生就好似一個包裹住金箔嘅空殼，入面晨早已經滿布蒼涼嘅餘燼。謝震南嘅呼吸聲喺靜嘅廳入面清晰可聞，佢腳下嗰對昂貴皮鞋喺地毯上面踏出嘅每一聲，都好似死神嘅倒數咁。佢唔再係嗰個捐入媽咪懷抱入面嘅細路仔，佢係謝家嘅繼承者，佢身上流動住最倔強、最衝動嘅血液。佢望向王菲嘅眼神，唔再有晚輩嘅溫順，只剩低一種要將呢一切雞毛蒜皮燃盡嘅決絕。呢一場16歲嘅生日宴，本嚟應該係跨入成年嘅華麗禮讚，呢一刻竟然變成咗埋葬3個大人所有自尊嘅斷頭台。如果話剛才嗰一記耳光係劃破夜空嘅閃電，咁樣呢一刻，少年嘅沉默就係雷暴之前最壓抑嘅雷鳴。佢企喺嗰度，原本剪裁得體嘅定製小西裝，呢一刻竟然顯得咁窄，好似根本裝唔落佢體內嗰股快要破殼而出嘅暴力同埋憤怒。佢望住張柏芝，嗰個喺聚光燈下曾經被萬眾簇擁，呢一刻竟然俾香檳淋透，半邊面腫到變晒形嘅媽咪。嗰一刻，謝震南眼中嘅世界失去晒所有色彩，只剩低一種刺眼、令人作嘔嘅暗紅。曾幾何時，佢喺媒體鏡頭入面係嗰個乖巧、腼腆，總係拖住哥哥手嘅細路仔。但係啲人唔記得咗，佢老豆係謝霆鋒，嗰個17歲就咁對住全場觀眾摔吉他，喺生死邊緣飛車搏命嘅瘋子。啲人亦都唔記得咗，佢阿爺係謝賢，嗰個橫跨半個世紀，骨子入面流動住不羈同埋狂傲嘅四哥。呢種基因入面嘅野性，從嚟都冇消失過，只係喺漫長嘅單親時光入面，俾媽咪張柏芝用溫柔同埋隱隱小心翼翼咁包裹住。而家王菲嗰一記耳光，唔單止係打喺張柏芝塊面度，更加係親手撕碎咗謝震南呢16年嚟對成年人世界最後嘅敬畏。佢喐啦，動作快到令在場所有保安都措手不及。少年嘅身影化作一道黑色閃電，直接撞開嗰啲滿面驚愕，仲拎住手機偷拍嘅名流。佢嘅呼吸變得粗重而且渾濁，喉嚨入面發出一聲近乎野獸般嘅低吼。你憑咩打佢？呢5個字唔係嗌出嚟嘅，係由牙縫入面擠出嚟嘅，帶住血腥味。謝震南衝到王菲面前，佢嗰張極之似謝霆鋒後生嗰陣嘅面孔，因為憤怒而扭曲。佢見到王菲眼底嗰一抹一閃而過，叫做恐懼嘅神色。呢位喺樂壇呼風喚雨，自詡睇透紅塵嘅天后，大概從嚟冇諗過，有一日會俾自己名義上嘅繼子用呢種殺人咁樣嘅眼神鎖死。謝霆鋒終於反應過嚟，佢好似癲咗咁衝過去，試圖抱住仔仔 Quintus， 住手，你冷靜啲，冷靜。
呢兩個字喺呢個時候聽落去係幾咁諷刺同埋無恥。謝振南猛咁一甩手，竟然直接將謝霆鋒推到廊廊。少年嘅力量喺呢一刻好似得到咗某種神聖嘅加持。佢指住謝霆鋒個鼻，嗰係佢第一次對老豆露出嗰種叫做鄙夷嘅情緒。佢冷笑一聲，呢個就係你俾我嘅生日禮物。睇住你心愛嘅女人喺大庭廣眾之下羞辱我媽咪，謝霆鋒，你仲算唔算係男人？每一個字都好似一把碎咗毒嘅利刃，狠狠咁扎入謝霆鋒嗰粒神早已經千瘡百孔嘅心。成個宴會廳再次陷入死一般嘅寂靜，只有昂貴嘅吊燈喺風入面微微晃動。張柏芝忍住痛，試圖去拉仔仔嘅衫角，把聲喺度顫抖：仔，唔好咁，媽咪冇事，但係已經遲啦。謝振南感受到媽咪指尖嘅冰冷，嗰股寒意直接點燃咗佢內心最後嘅引線。佢轉過頭，死死盯住王菲，盯住佢嗰隻仲帶住紅痕、微微顫抖嘅右手。少年嘅拳頭賺到樂之作響，佢望住呢個破壞咗佢家庭完整，令佢由細到大都生活喺媒體長焦鏡頭之下嘅傳奇天后，望住呢個自詡清高但係喺呢一刻暴露咗醜惡嫉妒心嘅女人，佢眼中嘅怒火已經唔再係一個細路仔嘅意氣用事，而係一場積壓咗16年嘅風暴。謝振南嘅腦海入面呢個時候飛速掠過無數個片段，佢諗起每一個深夜，媽咪獨自坐喺露台食煙嘅背影，諗起嗰啲連報紙頭版上面老豆同呢個天后拖手漫步嘅新聞。嗰啲時候佢唔識咩叫愛恨，佢只係知佢媽咪會為咗陪多佢一陣，放棄無數個重返巔峰嘅機會。而眼前呢個女人，佢有咩資格？佢憑咩喺享受咗老豆所有嘅愛之後，仲要嚟踐踏媽咪最後嘅尊嚴？嗰種叫做宿命嘅痛楚，喺少年嘅脊髓入面橫衝直撞。而王菲，佢企喺嗰度，第一次感受到咩叫眾叛親離嘅戰略。佢望住眼前呢個少年，好似見到20年之前嗰個叛逆、偏激、為咗愛不顧一切嘅謝霆鋒。呢種跨越時空嘅重疊，令佢感到一種深深嘅荒誕同埋絕望。佢原本以為自己已經贏咗呢個男人嘅下半世，但係呢一刻，佢先發現喺謝霆鋒嘅血脈傳承面前，佢始終係個外人，一個永遠無辦法融入嘅入侵者。謝霆鋒企喺一邊，成個人如醉冰窟。佢見到仔仔嗰對充滿仇恨嘅眼，突然意識到自己呢世人嘅平衡木喺呢一刻徹底斷裂咗。就在嗰一毫秒之間，謝振南嘅拳頭喺空中畫出一道凌厲嘅弧線。宴會廳頂嗰盞價值連城嘅水晶吊燈喺少年抬起嘅拳風入面微微震動。嘭！嗰唔係咩肉體碰撞嘅悶響，嗰係神像喺祭壇上面轟然倒塌嘅碎裂聲。少年嘅重拳帶住16年積壓嘅委屈，帶住剃冇出頭嘅決絕，狠狠咁擊中咗王菲嗰個由於過度驚恐而僵硬嘅肩膀同埋側頸。呢位喺華語樂壇屹立不倒嘅天后，竟然好似一片喺深秋被狂風捲起嘅枯葉咁，整個人失去重心，向後倒去。嗰一刻，全香港嘅體面碎咗一地。王菲撞喺後方嘅鋼琴上面，琴鍵發出一聲雜亂、刺耳而且綿長嘅悲鳴。佢嗰對曾經握住米高峰，令萬千歌迷瘋狂迷醉嘅手，呢一刻竟然喺冰冷嘅地板上面無助咁摸索。佢嘅長髮散亂，遮住咗嗰張向嚟波瀾不驚嘅面，而嗰對一向俾媒體歌頌為空靈嘅雙眼，呢一刻溢滿嘅唔再係淡泊，而係前所未有嘅驚恐、羞憤同埋淒涼。邊個見過王菲喊？佢喺感情嘅漩渦入面幾度沉浮，未曾低頭。佢喺名利嘅叢林入面冷眼旁觀，未曾動容。但係喺呢一刻，喺嗰個少年充滿仇恨嘅注視之下，佢嗰度捉咗一世嘅心腸崩咗，淚水毫無預兆咁沖垮咗精緻嘅妝容。佢捂住半邊面，身體因為極度嘅羞辱而劇烈顫抖。嗰唔係生理上嘅疼痛，而係作為一代傳奇，俾自己心愛男人嘅親生骨肉當眾拉落神壇嘅重擊。你敢打我嗎？我就敢打你，唔管你係邊個，唔管佢有幾寵你。謝振南企喺燈光之下，胸口劇烈起伏，
好似一頭啱啱完成狩獵嘅幼獅。謝霆鋒終於反應過嚟，佢衝到王菲身邊，想去扶起嗰個縮喺陰影入面喊嘅靈魂伴侶，但係佢隻手伸到一半，竟然猛咁僵住。佢回頭望向自己個仔，望向嗰個眼眶通紅、滿面倔強嘅少年。你點敢？你點可以？謝霆鋒把聲顫抖到唔成樣。我有咩唔敢？謝震南冷冷咁打斷咗佢。當佢喐手扇我媽耳光嗰陣，你喺邊度？當你望住你心愛嘅女人踐踏我哋母子最後一點尊嚴嗰陣，你嘅骨氣喺邊度？呢三句質問，好似三口釘咁，死死咁將謝霆鋒釘喺叫做負罪感嘅十字架上面。張柏芝跌坐喺地上面，香檳浸透咗佢嘅禮服，冰冷刺骨。佢望住擋喺自己身前嘅仔仔，望住呢個曾經喺懷抱入面牙牙學語，如今竟然可以為佢揮拳撐起一片天嘅少年。佢嘅心碎成無數片，佢想笑，笑自己個仔終於大個咗；佢想喊，喊呢個仔竟然要用呢種殘酷嘅方式提前結束佢嘅童年。王菲終於搖搖晃晃咁企咗起身，佢拒絕咗謝霆鋒伸過嚟嘅手，甚至冇再望謝霆鋒一眼。佢喺嗰片令人窒息嘅注視之下，捂住面，猛咁轉身，跌跌撞撞咁衝向大門。佢走得咁急，連嗰對定製高跟鞋都跌咗一隻喺現場，都唔顧得回頭。嗰係天后嘅落荒而逃，係傳奇嘅淒涼謝幕。維港嘅夜風順住大門倒灌而入，吹亂咗滿地嘅華麗同埋荒誕。一聲沉悶嘅撞擊，謝霆鋒嘅雙膝重重咁砸喺冰冷嘅大理石地面上面。呢位喺銀幕上面斷咗骨頭唔流淚，曾經被視為全香港最後叛逆符號嘅男人，呢一刻喺仔仔同埋前妻面前，跪到好似一尊風化咗嘅石像咁。佢低住頭，原本修剪得精緻嘅碎髮遮住咗佢對眼。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呢幾個字喺佢喉嚨深處溢出嚟。佢唔知係對邊個講，係對嗰個無助淚奔嘅靈魂伴侶道歉，定係對呢個眼神如狼般狠厲嘅仔仔求饒，抑或係對佢呢荒唐、拉扯、從嚟冇真正清醒過嘅20年人生做最後嘅懺悔。呢度邊度係下跪啊？呢分明係一個男人嘅精神廢墟喺當眾崩塌。謝震南居高臨下咁望住呢個曾經俾佢視為英雄，後嚟視為路人嘅男人，少年眼中冇一絲憐憫。你而家跪低，係為咗嗰個女人，定係為咗你嗰點可憐嘅自尊？如果你係為咗我媽跪，咁呢16年你跪得太遲啦。如果你係為咗王菲跪，咁我覺得你真係令人惡心。惡心呢兩個字，好似一記無形嘅重錘，直接敲碎咗謝霆鋒最後嘅心理防線。張柏芝行到謝震南面前，佢顫抖住伸出手，輕輕撫摸仔仔嗰隻啱啱揮過重拳嘅右手。傻仔，你點解咁傻？佢嘅聲好細，好似一陣隨時會散去嘅煙咁。呢度係張柏芝最真實嘅一面，卸下咗影后嘅光環。佢只係一個眼白白望住仔仔為咗自己墜入深淵嘅媽咪。佢心如刀割，但係又感到一種卑微到塵埃入面嘅欣慰。霆鋒，你睇下，你一直覺得虧欠嘅人係我。張柏芝嘅聲突然變得好冷靜，但係你錯咗，你真正虧欠嘅係呢個仔。你俾咗佢最憂鬱嘅生活，但係你親手喺佢16歲呢一日，令佢學識咗恨。張柏芝拉住仔仔隻手，喺嗰片閃爍唔定嘅閃光燈之下，喺嗰群屏息以待嘅權貴面前，佢挺直咗脊梁。呢一刻，佢唔再係嗰個俾人掌摑嘅弱者，佢變成咗呢片廢墟上面唯一嘅贏者。佢哋冇再望謝霆鋒一眼，亦都冇去管嗰一地狼藉。張柏芝每行一步，都在心入面對嗰個曾經愛過嘅謝霆鋒講一聲永別。呢一場生日宴，終究係變成咗一場盛大嘅葬禮，葬送咗佢嘅舊情，亦都葬送咗少年最後嘅純真。其實呢場戲，晨早喺20年之前就已經埋低咗引線。命運從嚟唔饒人，佢只係喺度等一個最殘忍嘅時機，收割佢應得嘅利息。回望千禧年嗰陣，謝霆鋒仲係嗰個鮮衣怒馬，眼神入面寫滿不信嘅少年。佢拖住王菲隻手，
喺大眾長焦鏡頭之下橫衝直撞。嗰陣嘅佢哋以為愛可以抵擋歲月，點知喺名利場入面，所有嘅驚世駭俗都要交稅。後嚟謝霆鋒選擇咗責任，同張柏芝步入婚姻，生下2個仔。但係佢個心始終有一塊空缺。而王菲呢，佢遠走、結婚、離婚，看似雲淡風輕，點知10年之後又同舊愛相擁。今日呢一記耳光，王菲打出嘅唔單止係嫉妒，更加係佢呢10年嚟俾道德輿論反覆拷問之後嘅失控爆發。佢想證明自己先係最後贏家，但係當佢嗰掌落去嗰陣，佢就已經輸咗。而謝震南嗰一拳打出嘅都唔單止係少年嘅憤怒，佢用呢種最原始、最拙劣嘅方式話俾呢3個大人聽：你哋所謂嘅愛恨情仇，最後都要由我哋呢啲仔女嚟買單，而我哋唔打算再買落去啦。各位觀眾，名利可以速成，地位可以買賣。但係嗰啲喺漫長歲月入面俾人傷害嘅情感，嗰啲喺細路仔心中留低嘅血痂，係從嚟冇真正愈合過。今晚嘅修羅場，只係令所有隱秘嘅膿瘡一次性爆裂。20年之前種下咗不甘嘅種子，20年之後收割咗一地破碎嘅餘燼。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你係謝霆鋒，面對咁樣嘅局面，你會點樣收科？你覺得王菲嗰一巴同謝震南嗰一拳，邊個先係最痛嘅嗰下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點讚、轉發、關注我，我哋下期再見。